全部馬不準備妥當，10場賽事3班1800米嘅路程，1號大熱29蚊，活力歡騰。黃旗就舉起啦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呢，幸運勝利最慢啊！前面快嘅馬呢，見到中間位置同有運啦，埋邊呢馬來之真3幾步走咗上嚟㗎啦。再見到大外檔紅衫卓爾名區啦，中間呢仲有呢隻紅進啦，第5位宜勝，出邊第6呢仲有紫色頭罩嗰隻就福爾摩斯啊，中間夾住黑色鼻箍就係大熱門呢隻活力歡騰嚟㗎，內欄紫色衫奪金啦，再後邊攝咗入內欄幸運勝利啊，中間自由式，出邊穿雲箭啊，尾以紅心巨龍啊，再後仲有2隻㗎，魅力好漢同埋搖搖包尾呢就多多心得嚟㗎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0-2米段處啦，同有運呢就帶頭啊，馬來之真守住內欄第2位啊，第3位嘅馬外邊位置呢就有呢隻卓爾名區啊，內欄第4就係呢隻奪金啊，再見到中間紅進啦，出邊位置呢有宜勝啦，內欄跟咗上嚟仲有幸運勝利㗎，中間黑色鼻箍白帽呢仲有活力歡騰啊，外邊啊紫色頭罩橙橙地色衫呢，仲有就係福爾摩斯啦，後邊嗰紮馬內欄數出去，黃衫魅力好漢中間自由式出邊上啲咯喎，咁啊有呢隻紅心巨龍大外檔就係穿雲箭嚟㗎，包咗落尾仲係多多心得啊！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啊，次序上喐動唔大咁喎，同有運馬來之真就帶住呢隻卓爾名區喺第3位，外邊宜勝就上啲啦，咁啊再見到中間位置有奪金啊，出邊福爾摩斯啦，出邊嘅馬走啦，見到大外檔白衫穿雲箭等內欄幸運勝利，馬林中間仲有活力歡騰等緊位，出邊追仲有福爾摩斯㗎，鬥到嚟最後300米啦，最出有福爾摩斯上咗嚟，中間位置有宜勝啊，再數入去仲有呢個卓爾名區，馬林中穿上嚟，活力歡騰追緊啊！再見到後邊嘅話，仲有多多心得嗰啲嘛，最後100零米，福爾摩斯已經透出一個身位，但係活力歡騰喺中檔一路上緊嚟，出邊仲有自由式啊，接近終點，活力歡騰直追福爾摩斯，兩隻馬相當接近要影相啊！外邊自由式呢就跑過第3㗎。咁啊3隻馬呢，咁啊拋甩咗個馬群㗎啦，再數多次啦，黑色鼻箍1號馬呢，就係嗰隻活力歡騰嚟㗎，大熱門嚟㗎，而4號福爾摩斯兩個馬好接近㗎，出邊追上嚟自由式跑第4名穿雲箭。睇下莫雷拉會唔會係旺啲啦？因為莫雷拉贏咗3邊，柏寶啊仲係好行嘅，真係鴨上鴨落，好似都係埋墊高啲噃。好似出邊步步贏又係一步輸嗰個感覺啊！1號贏嘅話就29蚊，1搭4嘅連贏位，着飛格11倍啊，得翻20幾倍嚟嘅呢條 Q。咁但係1號啲飛啊實在太過厲害啦，40幾蚊嘅原先都跑完得翻29。哇！嗰個自由式衝上嚟都嚇死人啊！睇下張相啦，呢條飛格 Q 都有啲好彩啊！直路頭嗰隻自由式唔係俾穿雲箭嗰度咁樣頂一頂啊，早啲望空掃埋添啊！睇下點樣唔夠人啄啦，沿途走3碟啊，8檔起步就係福爾摩斯啦。另外呢，阿莫雷拉嗰隻就2檔活力歡騰啊，走2碟嘅。出閘慢咗少少啊，幸運勝利。哇！自由行早到好積極啊，連發幾邊啊，都唔好落後太遠啊！不過可惜直路嗰個際遇真係都走去懟咗前邊啊！差啲咋嗰個自由式，你睇個走勢真係贏啊呢隻馬。而家跟住阿活力歡騰啦，喺佢後邊，隔離紅心巨龍。嗰隻馬來之真又唔知啊，點解係都要懟住同有運唔俾佢埋嚟？照佢有埋嚟有個遮擋，自己仲好跑㗎。係啊，佢係好立心一路懟住唔俾佢埋嘅。側住下都唔停嘅。係啊，黎海榮啊，係都頂住阿何良。而家係好彩宜勝喺佢前邊，所以阿福爾摩斯叫做有個遮擋，但係佢都係3碟啦。哇！隻穿雲箭4碟喎，原路11檔。埋邊紅心巨龍，自由式啊！而家尾3。睇下隻自由式啊！佢喺呢度諗住慳啲啊，都合理嘅啊，冇理由咁快出去。佢跟住隻活力歡騰嘅。活力歡騰係啊，跟住頭馬。但係跟住佢就要移出去啦嘛，呢度。係啦，嗱呢度咧，隻走啦，佢仲係跟住隻活力歡騰諗住等運㗎啦嗰度。馬群冇位啊，冇辦法。你睇下呢度。前面紅心巨龍。如果決心大啲入到直路，就已經決定移出嚟，可能追到㗎咯咁樣。贏啦！直頭你睇臨尾嗰啲走勢。因為佢而家係真係希望活力歡騰帶佢上去，點知嗰隻唔係話真係好行咁帶佢上去。嗰條飛格標都真係。啲韁繩又鬆鬆地。
有啲好彩啊！睇下呢個分段時間先，14秒正22秒39、24秒53、24秒81嘅末段23秒07總時間1分48秒8，係慢過標準時間兩先。